说戏学戏，星期戏曲广播会，周周有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是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为您现场直播第746期星期戏曲广播会，百花吐香金秋宴，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演唱专场。我是上海电台戏曲曲艺广播主持人辛宁，大家好。我是上海东方电视台戏剧频道节目主持人方飞，大家好。我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陈飞，大家好。陈飞呢是在我们上海戏迷中间知名度很高、人气很旺的越剧演员，今天作为我们的嘉宾主持。他和吴凤花、吴素英一起被誉为绍兴小百花的3朵金花。那么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呢，自组团以来呢，就打破了才子佳人的这种模式，而是采取了文武兼备的这个特色，并且呢是打出了自己的品牌。就像我们台上的陈飞，他曾经就以7尺的水袖演绎了《秦探行路》，并且呢在1990年的时候一举获得了霞飞杯江浙沪越剧大赛的第1名。我们绍兴小百花成立于1986年。那么我们和吴凤花、吴素英，我们在一起呢，都已经20多年了，在台上也是演了20多年的戏。如今呢，我们有一大批的青年演员，他们才是新一代的小百花，真可谓是群芳吐艳。
金台，你的喜事来了。今日每人我家来，为吾将女儿亲自陪。紫金盘的陈龙须，我做家门的多光彩。新娘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板娘，手心手板都是肉，老太婆茶饭对那2块肉。好，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绍兴小百花的叫流派大联唱啊，正是叫群芳吐艳，流派纷呈。哎，陈飞啊，刚刚你们那些小百花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共唱了几种流派啊？唱了7个流派。说起流派，大家都知道陈飞是副派花旦。哎，你们知道吧？他刚学戏的时候啊，学的是7派，齐亚西老师的耳聋嘛，缩阔阔，带有扩腔。哎，陈飞和你现在的这个唱腔这个距离比较大哦，不知道现在那个7派还能唱吗？哎，朋友们要听吗？掌声响一点！哎，再学一段你刚学的那个7派好不好？好，我想今天在新奇戏曲广播会上，我们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给我这么热烈的掌声，我一定要学几句7派，我就为大家演唱一下7派。好。我早午黑手不把远征海底对吧？这个，哎，陈飞啊，听说你还会很多流派。哎，再学上一个流派怎么样？哎，朋友们还想听吗？哎，掌声响地！哎，好，那我就再为大家学唱几句京派。京派，要听吗？这个好。昨日里头西家草，今朝定县归卡刀。哎，够你的了吧？因为他唱交关，再来一个其他流派，好不好？好，再学上一段。好，那原派吧。原派，好，掌声响起。曾记得当年金口初相逢，但见你国家魁伟胆量勇。我教使女孤孤单单，凄凄切切千里魂飞。是什么派啊？副派，哎，他是拿手的啊，这个看家的这个本行。哎，金老师，哎，我看我呢也不用在台上唱这么多，我们还是来听听我们青年演员的演唱吧。好啊。裘在平呢是我们绍兴小百花的范派小生，作为吴凤花一手带出来的师妹，她无论是从扮相、唱腔、台步、身段，都很有些吴凤花的影子。
那么接下来该听他的演唱了。哎，和他搭戏的是谁呢？和他搭戏的是胡洁婷。胡洁婷我知道，是绍兴小百花最年轻的一辈小演员，小百花。对对对。去年刚从艺校毕业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么接下来就由他们两位为大家带来的《打金枝》。
界之上，何罪为他？天地为他，何罪为真？父母为真，你在家里自己孝顺父母，出家之真敬公婆。去何来？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，今日是你公婆70岁，你为何不去拜寿啊？今日是正阳王寿诞节，文武百官都到齐，众兄长呈上桌对来拜寿，至于我，可是一生修行，灵灵中有的祝福你，你不去拜寿是何意啊？我知道你怒气冲冲为何不？恰愿呢为此区区的小事情，玩笑你看我不把公不敬，我笑你木马不自理。万事是我不自理，等你是把我逼娘看不清。凭借我不敬公公拜寿，从来是君拜臣不自理。君臣名门谁有听？你家有国家别是我归的亲。哪有儿媳妇拉公婆拜？哪有丈夫前去云哪里？我才找你为驸马，比不得民间富裕妻。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比，凤凰掐鸟与高低。你是唐家的陈名字，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后裔。可恼，可恼！既然你是金枝玉叶帝王女，为何与我配夫妻？自今起家与我，请给亲戚办事大礼。知不到君为国一臣为先，我岂肯与你不讲把头低？说什么君臣分贵亲，就是那公公开始也来办寿送寿礼。他定是奉了父王的旨意，不得不去呀。走啊！既然东宫太子奉了父王之意前去办寿，看讲起来就是你父王嘛。父王怎么样？他虽不能前去办寿，也要赔上一份厚礼，何况是你？我又怎么样？你是封阳王的儿媳贵的妻子，你自你国家虽有些功劳，尽管口出狂言，藐视我王家，啥不是我王家的恩泽？哪有你国家父子的富贵？嘿！你知道国家富贵且上你，听我把曲子第一题，可了三骑兵马安进京，一进门昂着天。
说到这个徐策宝成这出戏呢，它是从京剧移植过来的。其实呢，它有很多的这个台步啊和身段呢，是在越剧舞台上，咱们这个越剧老生呢很少演的。何梦来呢，是我们小百花新生代的演员，那么他非常的用功刻苦，进步也很快。今天他要为大家表演的是徐策跑城，大家看看他学的怎么样。
一般人都认为这个越剧啊比较适合演悲剧，悲悲切切，是哭哭啼啼，是所以我们很多越剧戏迷都有一个习惯，看戏的时候什么习惯？带一沓子剧的做啥了？看眼里啊，哦对吧？其实呢，越剧也不乏有许多优秀的喜剧，《赖婚记》就是其中的一出。哎，这其中有彩蛋大段的快板唱腔，堪称一绝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欣赏的就是潘琴和陈丽为我们带来的一段喜剧《赖婚记》。说起他们两位呢，他们都是学小花脸的，并且呢，在团里啊，他们是什么都能演。尤其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喜剧，他们不但是扮相非常的逗人可笑，并且呢，演来也是非常的俏皮可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二位为我们带来的《赖婚记》的精彩选段。结成夫妻麻将才告四大好人，真是菩萨保佑我根门亲自成亲，终身爹娘做子嘛阿囡不违法，肯不违法。十里个红裳酿一杯，四季赛用春呀林。娘家侬生日落着红皮香，扎扎亲得莫很真真。娘家侬48条绣花皮，蓝树长子年是定。苏张台个子神童，大事小事有成灯，红马面上绑帕灯，铜钿老夫是两斤斤。银上宝剑分中，有呀嘛两边个掌钩来用真银江西万山愁中间，同气血气是十分垃圾。娘家侬哎呀300地，300地不破黄不破藤。牛里草布新家鸡，全是高级18人。今年岁数样月，我这家弄嘛真是木闹两三声。这里红妆娘啊玉佩，阿囡侬应该听娘侬个侬人啊，结生结死非半生的啊！阿囡阿囡啊，侬小女人准翻身，我年岁偏偏忘记，侬小女人准翻身，天时开花激动林，侬小女人准翻身，帽子老头到身根，侬小女人准翻身，浪漫趁我3成心，侬小女人准翻身，烧酒冰什么太东啊身，侬小女人准翻身，阿南坡路到南京，侬小女人准翻身，来分问他到金门，小女人准翻身，阿龙靠好处都转人啊，小女人准翻身。
王冠出国比麒麟，只要牛铃转翻身，五句脱壳比我拉伸，只要牛铃转翻身，不想破开放了死里，牛鸡为万问，只要牛铃转翻身，铃嘟哒飞过个山头顶，只要牛铃转翻身，东亚大海就会压人，只要牛铃转翻身，六月在东城顶，只有一样会找你们哪个女为翻身他有一样不找你们要翻身。今生今世难翻身。越剧《白蛇前传》呢，是绍兴小百花的看家的保留剧目，它被誉为是越剧的唱腔、昆曲的身段、婺剧的表演，既好听又好看。好，接下来绍兴小百花的青年演员涂少华给大家带来其中的片段《断桥》。我
一提起绍兴啊，人们就会想起绍兴老酒，哦，老酒，天下闻名。绍兴老酒就是黄酒啊。对，啊，黄酒。一提起绍兴呢，人们会想起绍兴戏，粤剧绍兴粤剧对家喻户晓。现在呢，一提起绍兴呢，人们就会想起绍兴小百花。哎，辛老师啊，其实我们少百呢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老生演员胡国美，她呢是老生泰斗商方城的传人。她不但戏演得好，歌也唱得特别的棒，而且还会写一手好书法。哇，今天看来写书法是不可能了啊！是啊，听戏吧。对，她要为大家表演的是现代戏江姐的片段。哦，江姐片段，她在其中扮演一个很酷的角色，朋友们猜一猜，是演的谁啊？上腔老踏步。对，好，请大家欣赏，掌声响起。你兄算红，满说到越剧女调呢，我想啊，在这儿呢，陈飞应该是你最早演的吧，在团里，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。啊，女调呢是从新昌吊腔和少居移植过来的一出鬼戏。那么这出戏呢，它在表演上的难度呢，不仅仅是做工繁重，长水袖的运用，它主要还是要在短短的一个折子里，把一个女主人公她悲惨而短暂的一生要给表现出来。那么今天要为我们表演的是我们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陈文婷。其实说到陈文婷呢，我们大家并不陌生，上海的观众啊，可能还记得啊，在2006年的时候，这个粤女争锋，她有精彩的表演。对，她在粤女争锋大赛当中呢，她是给大家展示的是她的那种喷火的那个绝技。那么今天她要为大家展示的是长水袖的功夫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她精彩的表演。不息。
回头望来时路，是梦一场。小城雨到时尽，雨彩难寻我也苦难当，是金配正马配铃铛，配枪炮配铃声，无人别面无人宽啊，无人同情无人相帮，无此去无此归，无此去无此归，好是苍军七路旁。
印象，就是觉得我们绍兴小百花呢是以范派、傅派、吕派为主。其实呢，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徐派小生。于伟平呢是师承徐玉兰，兼演老生、武生。他的戏路呢非常的宽广，能够演绎很多不同的角色。那么当然他还是擅长的还是徐派。哎，陈飞啊，我还听说有这么一句话，徐派唱的好不好，就唱那么一段哭祖庙就能检验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么我大哥请观众朋友们听于伟平为大哥演唱哭祖庙，好不好？情与笑，谁
望你落出举山把为公，困天不假人人啊！你出自立即民众，你这才是把病痛，为国也该万众中啊！哎呀，丞相。王主，是王主啊！你常伴破成为后，一人我当妈妈。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小百花，我想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。她曾经参加了粤女争锋全国青年粤剧演员大赛，获得了金奖。金奖不稀奇，不稀奇。金奖有10名，稀奇的是什么呢？她在这10名中间排名第1，晓得吧，三姐？哎，张琳大家就晓得了啊。去年呢，东方之星还给她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专场。小姐呀，小姐，你怎么挽不来呀？我早餐等到月影啊映，雪亮的在滩里，好容易看得远远笑意。为什么不能去把心
啊，气死了长老子也内万里，为什么他笑容是个傻秀才？为什么他问我成都是何人？小姐她音容笑貌才眼前，他尘破之人我难忘记，他要我长痛莫想起，他要我远远再前行，他层层叮咛言正确，他一细地不拦你，莫非他曾破有心半生意？莫非他言话有意把情结？对，一定是的。一定是的。张宇呀，张宇，你当真的好傻眼。多年来，我不言我飘是那方，空过一风雨难想，独自为私隐里的心难通，因此让我年过茶馆离去我以为风雷云是地不语，岂能想一瓦奇缘从天降。现在里知道心中之意，就是今日里我定要当面问端详，绝不再做傻秀才。等他到来，我要有意有相思同去往。下面上场的是绍兴小百花最重量级的演员，他是谁？吴凤鹤。对了，掌声有请吴凤花。说他最重量级有道理的啊，怂是比老早怂叫鬼了啊，一个人相当于两个人的重量了啊。吴凤花呢，原来是绍兴小百花的团长，现在改做书记，跟我们陈台长一样啊，原来是台长，现在改做书记。除了做政治思想工作以外，依然活跃在演出的第一线，在团里边有拼命三郎之称啊。而且呢，吴凤花和我们星期戏曲广播会有不解之缘。今年4月份是吧？4月25号，对，刚刚来上海参加我们星期戏曲广播会25周年的演出，博得满堂彩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少百跟星期戏曲广播会不仅仅是今年的4月25号，我想可能大家都记忆犹新，在20多年前吧。20多年前，对，小百花刚建团没多久，
在南市影剧院第一次跟新奇戏曲广播会就有着亲密的接触，可能大家都记忆犹新。我当时唱的是陆牌。 20多年前，吴凤花，你20多年前多大？10几岁吧。我现在看看你也只有20几岁。谢谢谢谢。大概那时候还在幼儿园呢。谢谢。10几岁，唱的陆派对不对？哎，今天给大家唱哪段呢？考扣吧。哦，考扣。好，我们掌声响起。心悲惨。 关带里呀，关带里呀，心悲惨。 心悲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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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
谢观众的热烈掌声。那么，芳菲啊，我们绍兴小百花啊，从建团开始打出的文武兼备的旗号呢，其实最早呢是通过吴素英的一出《盗仙草》，在江浙沪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的那个时候被观众所熟悉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那我们绍兴小百花文武兼备的这个品牌就在观众当中呢打响了。一提到这个吴素英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她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的弟子。那么今天呢，她带来的是吕派的经典名剧《九金姑娘》的选段。下面呢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她精彩的表演。去啊！去官司去！我阿爹问啥法？你那阿爹不高。阿爹，做啥？我被这毛毛头来财神，不晓得嘞，要我被三千两铜钿，我赔不出，拉我去官司去。我奇怪掉到真有点厉害的。干嘛啥？你对我来做啥呢？依我讲，3千两铜钿由伊来赔。就是要侬被伊拉做第三王媳妇，奇怪的上门做刚康，上你的王来做何事郎？一出条件有的条，随时要讨我举金郎，其中必定有蹊跷。农夫姑伊哪个？啊对，你是马夫姑谁为了，当夫姑谁为跑？侬是破衣反不好，侬快我来教训个杂奇怪九金姑娘，侬放心，我同30伯已经讲好的，30伯啊，侬回去3000条铜钿命我呢。我好讲嘛。你的话，搿种要想弄个好的嘞！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手去干我，好过。30伯啊，俺们大家30后说日日要见面的，搿个大操场那么像啥个样子呢？人家来了讲，正妹嘛只有一条，黄妹嘛有17、18条，俺们有里讲里呀，30伯啊，侬手来讲，手来讲。哎呦，到底是九金姑娘了，搿讲起闲话来倒真是有道有理个。啥人要是讨伊做媳妇啦，真是前子学来个好法子了。30伯啊，是不是俺爹同侬这毛毛头来装饰啦？是个呀，我啦是几年来个心小，养了个这毛毛，不拿阿爹2个月到头来长生罪了。30伯啊，毛毛嘛是要陪侬过，跟侬讲个东西，俺要弄清爽。那我讲给他啥东西啦？那一年那个女婿来做客，弄啥东西不宜缺？那我得哭起一只黄毛啊！有个。有个。哦哟，1斤多眼重呀，又看不完个啦啊！搿玩意只对来了还不能啊！搿玩意光称呢？哦，一个大一缸称啊，一针都不针个鲜花都看不出来个啦！那，当懂了，我今么一枪，一不今么2枪管出来。搿玩意拨我枪呢？哦，一把破火枪啊，不好用在啦。那一年来了一个玩党个，嘟噜噜，就过来，我玩党堵了，切掉了。搿么玩意光饼呢？饼么烧火烧掉了，烧火烧掉了。哎，烧掉了。哎呀，30伯啊，这样东西倒是不要紧的，搿光饼不是一定要玩的。我有个玩侬咨询我好嘞。搿侬问我啥个事呢？3日，不是3日，但是不是3日，早亲子，不是早亲子。那这样不是那样不是，难道未必受不了？谁道真谁道，一个不错是受不了。上得起来，受不了，哪里来的？大
同月亮步步吉祥好，送来一根树条，东上西上是上不老，上大河抢槟榔，刚刚好一步枪水成我枪头来一记宽，一窝青丝变我弯，我枪头来么一记松，一窝萝卜为边肉，我枪头来一记对，一碗青丝变碗具，我枪头来一记枪，枪是混头年思量，垃圾喇叭响，早起早不上，王端你吹不顺掌，皮噜噜是吹凉凉，萝卜你那汗水光啊，那你问没听上，我枪头来炒一炒，一上一丝切分了，切分了，我生葫芦自家掏，全山弄根树布吊一接不来我这金丝帽。萝卜枪丝上上，回追草梦去不怕，冬天万古落千条，落千条冬天我分马条，陪侬一扎金丝帽，冬天自起3000条，侬陪我个手部你吹掉，6000条冬天分好上，3000条冬天拖来早，万事谦虚到怕掉，侬3000条冬天不来早，我带侬到中家市场去跑一跑，谁令我所叫来一路到清茶鼓掌，他工长不高，我要侬来众人面前来快到，我再告发侬个女头脑，推着毛硬丝的金丝帽，滚上门来做钢烤，说得大家心花毛，滚走侬这西瓜条，弄只好你的一个8万套，压力只是在破庙，东南西北四处跳把侬到头路，弄个40人命啊！了不得了，我今朝房子都好了，一个看见比我好嘛，跟上想我是什么套？就上3株西瓜掉，弄只毛毛我知道，几层有个姜老老，一只黄毛毛，几年以后上了2只毛，弄是脸皮大套，死了一只黄毛毛，阿里未必金丝毛，阿里未必金丝毛，这是看你小哥了阿毛，弄得我到山里我说去叫爷呀！叫上姑娘去敬老，我这不是金丝帽，侬啊不是手不掉么，大家都来呼啊呼掉。侬这不是金丝帽，我更是真正的手部你吹掉。侬眼睛不要脸个大，侬还我一只黄毛啊，天生不要脸抖抖，侬还我一只宽宽抖，上脚不要脸个抖，还我一光断钢层，头皮不要脸早早，侬还我手部你吹啊！这刚是侬叫我靠么，侬想到来慢叫。哎呀，侬真是东宫熬个这熬头棒了喏！来，侬为究竟讨不到么？叫我上门向我讨，侬想拉不掉，还不与我去讨啊！哦，
一个一张。叫上帝王三年老，侬怎为困风使徒做好郎？侬是有地有地称富豪，一套一理才好讲。哪里？自古道婚姻要良好，干也好，为啥鬼鬼祟祟啥不巧？这刚日侬叫你考，上午日侬上门讨，今朝哪趟我不告，我的那大总家日当去开轿。姑娘啊，我同侬是千里儿所遥遥，我不该上一个圈套做钢啊靠。姑娘啊，侬好比马扎乌龟，是不是让我走一遭？姑娘今朝把侬上，下趟要不要做钢考？搿次教训不算小，我何次再不管做钢啊考？我还侬怎办与不到？下趟再考再叫不拉娘。我看家还娘10年了，我个女头哪不从此把侬斗心掉，我这边都不想打。再上点银子我还是要。哎呀，我还想为侬讨回1两的。好，侬还在那银子发来到，总家知道侬欺压跑，不气不气啊？气不气？银子多来，快点！好娘娘，对，快点！对。哎，是你老东西，我来这里了，小老子，侬给我当心！真是太极不在谁帮你呀！是不是爹爹万事保分啦？这样爷我最近老，不可弄个啥你老啥你呀？不可弄个啥你呀？老阿爹，第746期星期戏剧广播会，百花吐香金秋夜，绍兴小百花乐剧团演唱专场就播送到这儿。我让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感谢小百花们精彩的演出。